各位觀眾，商業透視又同大家見面，歡迎收睇，我係梁永恩。一個國家嘅經濟有幾強健，往往睇下佢嘅出口貿易表現如何啦。喺世界多個成功嘅出口地方，主要嘅工業國，例如日本、美國、加拿大，每年經常有出色嘅表現。不過與此同時，不少仍在發展中嘅工業地帶，特別係東南亞整個地區，近10年間嘅出口表現亦都令人刮目相看。咁當然四小龍之一嘅香港，素來喺世界出口國成功榜上佔咗一重要嘅地位。往年總出口量曾達到980億美元有多。香港嘅出口貿易成功史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不過自1984年97嘅陰影始終籠罩住好多方面嘅問題。但係有冇97都好，香港工業所扮演嘅角色喺近5、6年間漸漸有所改變啦。香港素來係以成本低、質素好取勝，但係由於人工水平越嚟越高，香港廠商已失去呢一點重大嘅優點。因此香港嘅產品大部分都開始走向高格調，但為咗競爭減低勞工價，20萬多個港商生產線現時喺中國廣東一帶。咁至於低價產品方面，香港廠家喺呢一方面係咪放棄呢個市場？而香港未來嘅新角色將面對乜嘢嘅問題呢？我哋今晚請到幾位香港嘅領導人，俾我哋一啲觀點嘅，一齊睇睇。喺香港勞工及土地價不斷上升影響底下，好多香港廠商喺近10年間經已將製造基地轉移中國華南海岸，香港轉出口量因而直線上升，今年頭6個月增加咗31%，轉出口往年嘅總值曾達到差不多700億美元。事實上，單係廣東省目前有25000間公司由港商支付。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梁欽榮話：喺生產成本不斷增加底下，香港製造商無疑需要改變策略，向海外發展低價品生產嘅基地。另外一方面，因為香港而家嗰個經濟嘅轉型啊，即係從個製造業嘅中心咧，逐步轉去嗰個服務性嘅中心。咁啊，香港因為嗰個勞工嘅價格同埋土地嘅價格就相當高。咁啊，呢方面咧，香港嘅製造商點樣適應而家呢個環境，而繼續保持嗰個發展呢？咁啊，就要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去玩適合我哋生產嘅地方。梁欽榮又話：香港並唔係放棄生產低級貨品，只不過現有嘅製造商將生產基地轉移其他嘅地方。與此同時，不少香港製造商已改向集中主力生產高質貨品。現攞個低級產品嘅嗰個生產呢，就轉移去第二度，即係諸如南中國啦，或者東南亞國家。而佢自己呢，就集中生產嘅比較高質嘅產品。所以事實上，香港嘅製造商呢，佢一樣經營比較勞工密集嘅產品。問題就係呢個產品嘅生產嘅基地呢，就唔喺香港，而喺第二啲國家。基金經理李幹聰經常留意整區嘅經濟走勢。佢話：中國越工業化呢一個趨向只會持續落去。中國亦都應該會繼續咧係越嚟越工業化。因為佢嗰個喺勞工密集行業嗰個競爭力咧，比其他地方都強得好緊要啦。所以資金會一路流入去中國咧。設廠啊咁樣，所以中國經濟咧係走向工業化咧，呢個亦都會繼續。香港往年總出口量曾上升20%，達到差不多1000億美元。比起其他出口國，呢一個數字其實係相當不足。但由於東南亞鄰近國家近年間競爭大咗，香港喺製造業目前扮演嘅角色會唔會漸漸減弱呢？梁欽榮話：香港其實有好多重要嘅優點，其他三小龍係冇嘅。其中就以香港同中國長期良好嘅關係為最重要。香港呢，我諗有好多嗰啲長期建立嗰個關係，商業關係好緊要。同中國歷史上嘅個關係呢，大家已經設立到啲渠道，嗰種渠道，呢種渠道係相當重要嘅。呢啲唔係短期可以建立得起。咁啊，所以好多外國公司就利用香港呢種所已經建立咗一啲好好嘅渠道，嚟通去中國、通去東南亞嘅地方。另外，我哋又要留意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金融中心嚟嘅，好多集資可以喺香港做。香港嘅通訊、交通、運輸各方面都相當方便。
所以經過香港咧，即係而家舉個例，大陸而家有啲船又好，飛機又好咧，佢個班次就比較少嘅，時間服務嗰方面比較差。所以你如果攞有啲貨咧，用貨車又好，嗰啲卡車運輸嚟香港，香港再裝上去裝飛機咧，會快過佢喺大陸某啲城市直接去外國。所以呢方面嚟，香港有呢個各方面嘅優勢特點。另外，香港經濟師陳方安生話：香港喺亞太區嘅位置喺好多方面都佔咗優勢。我諗喺講地區性位置咧，香港係佔有一個十分好嘅位置，因為我哋喺亞太區咧係佔有一個重要嘅樞紐嘅地位嘅，同埋特別係話即係譬如無論係喺香港投資或者係喺中國投資咧，我哋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引用嘅作用㗎嚇。咁我諗香港同其他譬如三小龍比較咧，我諗我哋最佔優勢嘅咧，就係我哋嘅經濟咧，就係十分靈活㗎。咁即係隨着市場嗰個需求轉變咧，我哋隨時都可以變動嚟到適應呢一個環境。雖然97嘅問題可能仍係一個陰影，但廠商會會長梁欽明話：由於外資公司實在了解香港本身嘅重要性，就算97之後，香港現時嘅重要角色並唔會輕易改變。佢話香港投資機會有好多，包括製造業同埋服務性嘅行業，而更重要係業務嘅範圍唔單係睇香港一個市場。而家香港嘅投資嘅就唔係個業務唔係集中喺香港，可以喺中國、喺東南亞國家，所以呢個範圍就更加廣啦。即係變咗係冇咗97呢樣嘢。冇咗97呢個就已經唔係一個問題嘅，應該對我哋工商界方面梗係冇問題。而家香港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日本呢啲人好多公司都係經過香港去投資大陸嘅，佢哋冇問題，佢哋冇台灣呢個問題，佢可以直接同中國經商嘅。點解佢仲要經過香港呢？就證明香港本身有好多個獨特嘅嗰個優點嚟嘅。咁啊，外國投資者佢好清楚香港嘅特點，而利用香港呢個特點嚟發展大陸嘅生意。所以就算台灣同大陸可以接通嘅話呢，我諗經過香港呢個作用呢，都始終都保持。